一節最新風暴消息，10號颶風信號現正生效。天文台話，韋森特將會喺未來1-2小時喺台山附近沿岸登陸。現時本港西南部仍然間中受颶風影響，市民唔應該鬆懈防風措施。當本港風力稍為減弱時，天文台將會考慮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，取代10號颶風信號。另外，天文台亦都同時發出黃色暴雨警告、雷暴警告、山泥傾瀉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。喺市面街上相當冷清，只係間中有車輛經過。風雨時大時細，強風亦都吹到工地嘅圍欄。喺交通方面，九巴、新巴、城巴同埋龍運巴士嘅通宵線停駛。喺強颱風韋森特吹襲本港至今，一共造成50名市民受傷，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。佢哋分別係23男27女，年齡介乎4至86歲，其中15人需要留院治療。另外，當局收到2宗水浸報告同超過420宗冧樹報告。民政事務總署開放咗24個臨時庇護站，一共有250人入住。機管局話，一共有15班航機要取消，210幾班航機要延誤。呢節風暴消息報導完畢。